在国际妇女节进前，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甲10外个在地妇女团体代表，针对受迫妇女、未成年妈妈、障碍妇女、中高龄妇女、新住民女性甲单亲女性族群，提出妇女6大平权政策，呼吁市府爱重视这6类弱势妇女的现实困境，建构辅助政策甲措施，维护基本的人权，甲实现性别正义。呼吁公司部门一起来重视这6大，包括受暴妇女、未成年小妈妈、障碍妇女、中高龄的妇女、新住民妇女以及单亲女性这6大族群。那分别我们希望有6个诉求可以让更广为周知，就是受暴妇女呢要能够充权自信，能够支持她们经济自主；未成年的小妈妈是要破除刻板歧视，争取社会友善；那障碍妇女是无障碍医疗与友善环境；中高龄妇女是广设照顾者社区支持系统；那新住民是要落实平等平权及促进就业；单亲女性则希望能够积极开展社区家事支持服务。社会局长陈英基嘛特别来到现场，听取妇女团体的心声，并在现场做出回应。对着受迫新住民妇女，社会局社会家暴甲性侵害防治中心、新住民服务中心为妇女提供基本的安全照顾。伫未成年妈妈，社会局嘛透过未成年怀孕服务以及后续追踪辅导，进行校园社区宣导，建立青少年正确性教育。对着障碍妇女，陈英基表示会透过辅具服务、身障体适能，并协助解决硬体上的无障碍通行。对着中高龄女性的照顾压力，有提供居家日间照顾等喘息服务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